耶稣坐船过去迄边，规大阵的人聚集就近伊。迄时，耶稣伫海边有一个关会堂的，名做耶路来，因看见耶稣，就拍伫伊的骹下，切切求伊讲：我细汉的查某囝差不多要死，请你用手唤伊，互伊得着救来活。耶稣甲伊去，规大阵人对伊真怀愧。有一个妇人人血流12年，捌对济的医生受着济艰苦，搁已经破费伊所有的，若是无一死里反转愈伤重。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来伫众人中对伊后面来摸伊的衫，因为讲：我简单摸伊的衫就会好。对安尼，血流连鼻子，本身知伊的病痛已经好。耶稣这时知影家己有全能对伊出，就我转身伫众人中讲：是谁摸我的衫？伊的学生甲伊讲：你看见规阵人咧围愧你，犹久问是谁有摸我？耶稣便看，爱看这个做这事的妇人人。妇人人知本身所历过，惊遐摇摇喘，就来拍伫伊的面前，拢照实甲伊讲。伊就甲伊讲：妇人人，你的信已经救你，通安然倒去，你的病全然好。咧讲的时，有管会堂的过来讲：你的查某囝死啦！比赛要咧疗还先生。耶稣边仔听见所讲的话，甲管会堂的讲，无得惊，只有着信。耶稣伫彼得、雅各甲雅各的兄弟约翰以外，毋准别人随伊相甲去。到管会堂的家，看见有人哗哗号跑，也有溪口大声吼的人，已经离去，就甲伊讲：恁啥事哗哗吼的咧溪口？囡仔毋是死，是咧困哪场？因就去笑伊，若是伊赶因众人出去，就带囡仔的爸母以及甲伊来的人，伫囡仔所住的所在，就牵囡仔的手，对伊讲：带你带，古米。翻译就是讲：查某囡仔，我命令你起来。查某囡仔连比起来行，因为伊12岁啦。众人就往遐奇怪，耶稣严正戒因，无得互人知，就吩咐着，互查某囡仔食，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：毋要惊，只爱信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欢迎乌来中治教会的社青团契来跟我们一起敬拜。等一下，他们也会用台语的诗歌，还是用泰雅的这样的诗歌来跟我们一起敬拜跟分享。所以比较不好意思的是，第一场是用台语的，所以你们可以看投影片这样。好，咱若细里看圣经，就会发现今仔日这段马可福音的经文非常的特别。马可、马太甲路加互称作是强观福音，意思就是因的内容甲编排拢差不多，但是每一个作者的观点甲立场会有一大差别。
这三卷册内面的马可福音是上早完成的一卷册，并且嘛是上底的一卷册。咱看马太福音拢总有28章，路加福音有24章，马可福音只有16章，并且真侪咱会当伫马太、路加看见的经文，马可拢无记载。亲像马可福音无记载耶稣的出世，伊一开始写的就是耶稣出来传福音。马可嘛无亲像登山宝训，嘛无亲像路加福音有遐尔多的披露，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就非常的特别。这段经文伫马太甲路加拢有记载。马太福音是伊的长度是用9节来记载这项代志，路加是用17节来记载这项代志，但是马可较用23节的长度来记载这件代志。甲伊速结的迄种风格非常的无共款，但是嘛毋是讲经节哪侪就哪好，哪少就哪毋好，因为每一个作者因的角度无共款，当咱理解因的意思，就会当看见无共款的重点。亲像马太福音对这段经文，伊无提起管会堂的即个领袖的名，无提起伊的查某囝是几岁。嘛无讲真侪关系，即个管会堂的甲伊的查某囝的代志，因为马太重点是放伫即段经文的内面，另外一个异地的故事，就是迄个得到血流的妇人人的故事。马太爱咱注意的是即个妇女的信心，但是伫路加福音就非常有路加即个医生的特色，就是伊会详细记载。路加甲咱讲，即个管会堂的人叫做睚鲁，也甲咱讲伊有一个12岁的查某囡仔。但是伫路加的观点，伊要强调是耶稣有医治的能力，所以经文特别有人，路加伫遮特别有讲，有人甲我蒙着，因为我知有大能力对我出去。总是今仔日即段马可的经文，马可用甲伊以往无共款的写作的方式，用比其他2本福音册佫较侪的内容来记载，是因为马可爱咱看见这段经文毋那是2段医治的故事那尔。伫这段经文内面，主要有2个人，一个是管会堂的睚鲁，一个是得到血流的妇女。管会堂的毋是普通的管理员。因伫犹太会堂中间是负责敬拜特殊的人，所以伫犹太人中间是非常有地位的。所以咱看见伫即段经文中间，伊甲得到血流的即个妇女是一个对比。所以伫遮我将因2个人做一个比较，互咱会当更较清楚。伫当时父权的主义内面，查甫人才是社会中心。若佫加上伊有地位，佫较受人尊敬。伫迄当时，妇女是无地位的。如果佫加上血流，即种人看做有的，律法规定袂当挖群的病，即个妇女会当讲是无法度伫迄当时的社会徛起。所以这2个人的身份，互咱看见，管会堂的睚鲁，好亲像伫天。但是，即个得到血流的妇女就是伫地，毋过严格讲起来，伊嘛无算伫地，伊应该是伫地的。伊的生活是分天暗地，见袂得光。过来，请咱注意这2个人甲耶稣的对话。睚鲁一看见耶稣来，就拍地涂骹求耶稣医治伊破病的查某囝。华语是说再三的求耶稣。哇！一个管会堂，互人尊敬、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，拍伫一个劣币的骹下，不断恳求。这个形象，互人看起来是安怎？哦，这个人哪遐尔敬虔，伊有身份，伊有地位，但是佫遐尔谦卑。睚鲁所得到的，对人来眼光，就是佫较侪的敬佩甲尊敬。但是这位无名的妇女咧，伊是安怎来到耶稣的面头前？其实伊毋是来到耶稣的面头前，伊是刻入去人群的内面，然后想办法挖进耶稣的脚趾片。咱会当想象，伊是非常的惊吓，
因为伊是伫律法上，互人定义做无清气的人，伊是袂当出入公众的场所，所以伊一定要非常的细腻，想办法去摸着耶稣的衫，因为伊内心所想的就是，我若敢若去摸着耶稣的衫，我的病就会得着好。所以咱看见是的是众人注意的焦点，这是拼命无想要互人发现的身影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有发现？马可毋若是记载两段医治的故事，伊嘛爱咱看出耶稣所带来福音已经拍破旧的世界的阶级、价值观，甚至是宗教的倾轧。只有耶稣带来福音，才会当拍破所有的界限。咱现代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人生做平等这种观念，毋是伫早时就有的观念，甚至伫耶稣时代的罗马非常注重法治，但是迄当时的罗马人嘛无认为人是平等的。但是耶稣的出世就开始一场的运动。一个出世伫马槽的囡仔，伫上帝保护内面，美过有权柄的希律王的对台。耶稣出来传福音，伊毋但互人外在的医治，伊嘛拍破人对家己的自我认捌，互人去看见家己的价值，互人去看见家己伫上帝眼中的宝贝。耶稣最后死的是一个。将人甲上帝中间，伊迄个界限甲报起来啊！最后，耶稣阁话，伊成做全地的主，伊的影响力是超越世界所有的权柄。伫宗教方面也是安尼，耶稣嘛拍破迄个界限，伊互犹太人毋免阁靠祭司、法利赛人，家己就会当甲上帝来建立关系。耶稣嘛，互迄个伫井边拄着的妇女，即个妇女是一个外邦人，佫是女性，但是耶稣较互伊成做第一个知影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身份的人。耶稣嘛无指责即个妇女的婚姻状态，反倒伊来显明耶稣就是活水，若接受耶稣，内心永远袂孤单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耶稣福音的溃烂。但是，这个溃烂敢有拍破你内心这个旧的关系，这个旧的价值观呢？咱浸伫世界太久，会当讲咱的规身躯对头到尾，对外在到内在，拢是旧的世界观点。但是圣经一再要求咱爱换新。因为咱搁活了后是伫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但是咱若无对耶稣来迄个新的气力来取代旧的生命，咱是要安怎去适应搁活了后的生命咧？所以恳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改旧换新，谦卑学习甲练习伫上帝国迄个新的价值观。另外，毋知影你敢有发现？伫这段内面，这段经文内面有2个12这个数字。这个妇女得到血流12年，盖罗的囡仔12岁。这2个数字，互咱看见，这个妇女开始破病时，盖罗的查某囝才拄出世那尔。哈尔细节的内容，伫以往的马可伊是袂去记载的。但是伫这段经文内面，伊将2个人的12年放做伙，这敢有啥物特别爱咱去注意的吗？其实因2个人的生命原本是袂有任何交叉，因为一个是互拒绝的，一个是有美好的将来。但是马可将这2个12年贴做伙，将这2个人的性命结连伫主耶稣。然后，这2个人就做伙经历耶稣医治，因嘛真做是一个经历耶稣医治的信仰团体，并且12这个结连嘛，互咱看出，伫耶稣眼中，因2个人拢是宝贝，
伫咱的中文的圣经的内面，耶稣无亲像别人称呼迄个血流的妇女做迄个妇人人，那女人。耶稣是称呼伊查某囝女儿啊。查某囝是一种身份得到接纳的称呼。耶稣嘛无称呼迄个查某囡仔是已经死啊的一个死人。耶稣是叫伊啥？查某囡仔，女孩。因为伫耶稣的心中，迄个囡仔还袂死。所以这段经文不但互咱知影耶稣有医病，有互人会当对死搁活的权柄，并且嘛提醒咱伫人的眼中，无论是甚物款的人，无论咱发生甚物款的境遇，伫耶稣的心中，咱拢是伊的查某囝，拢是伊的后生，拢是伊的查某囡仔，拢是伊的查甫囡仔。耶稣伫遮无用查甫人、查某人即种大人的称呼，伊是用伫家庭的内面，遮互养饲需要保护的囡仔的角色来称呼咱。这互咱知影，伊看咱就亲像是抱伫手中的囡仔。耶稣伊要永远保护咱，伊要永远照顾咱，伊永远袂照即个世界的标准来定义你。咱是伊所疼，咱是伊上宝贝囡仔。另外，伫即个得到血流的妇女，伊伫经历耶稣医治的溃烂了后，马可搁一摆互咱看出伊内心的念头。伊的血流随时止，感觉身躯的病已经好。血流即种病，无亲像歹骹马上会当行路，目睭青面的马上会当看见较尔明显。但是这位妇女伊家己知影，伊体内的血已经无够流啊。这个妇女内心的感觉，到30节，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的这个感觉，其实中文的翻译敢若无啥困难，因为伫咱讲话时，兄弟姊妹，你若讲我感觉，我感觉。你伫用“感觉”这两个字的时，是有一种无确定性。但是咱若非常确定，咱就会讲啥？我非常的确定。所以，这个妇女内心的想法，较好的翻译应该是深知，伊家己非常清楚家己身躯的状况，伊深知耶稣已经医好伊，伊的血已经无搁流啊。另外，耶稣内心伊的感觉。若翻译做确实知，嘛会较清楚，因为耶稣确实知影有一个溃烂对伊的身躯来出去，所以安尼翻译会提醒，也提醒我敢深知耶稣确实有溃烂，我敢深知耶稣确实有溃烂。安尼问题非常挑战咱的信仰甲咱的信心。因为咱的头壳内拢认同有上帝，但是咱的现实生活较无仰望上帝来感谢我。但是安尼行为就好亲像是换一领宗教的外衫，外在里要是旧的里。毋过咱若深知耶稣确实有溃烂，咱若确信耶稣会当帮助咱，迄就无共啊。因为这不但会当帮助咱用信心去面对人生的挑战，嘛互咱会当用无共款的眼光来看待咱生命中间所发生的艰难。落尾这段经文也甲咱讲，福音毋若是拍破迄个旧的界限，福音嘛接续去做一个新的特殊。伫耶稣伫向即个妇女讲话时，有人对这个睚鲁的厝内报一个歹消息，讲：哎呀，睚鲁，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啊，哪着阁劳烦老师咧？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话。耶稣毋免来啊，这个查某囡仔已经死啊。咱干嘛定定安尼？耶稣，你毋免来甲我斗3工啊啦，已经伤慢啊啦。
已经无路用啊啦。有时咱来找耶稣，认为伊会当帮助咱一寡小事，但是拄着大代志，咱才开始无信心，认为耶稣做袂到。但是耶稣对死过活，敢有啥物代志伊袂当做会到的咧？只有耶稣才知影咱真正的出路，伊也要伫咱的绝望中间显出大气力。耶稣看见即个听见歹消息的老爸，内心是痛苦到得要死。耶稣的眼光就对迄个已经医好的妇女转到即个睾乳，因为伊知影睾乳即时需要互激励，伊就对睾乳讲：毋免惊，只有着信。即个信是啥物咧？即个信毋是无理由的信。咱看见睾乳是即个血流妇女得到医治的见证人，伊徛伫边仔看，即个妇女互耶稣医好，所以耶稣爱睾乳看见即个妇女来产生一个信心，并且学习即个妇女的信心，因为即个妇女对耶稣的信心是大到。伊认为只要摸着耶稣的衫，就会当得到医好。所以耶稣爱睾乳知影，睾乳啊，你毋免惊。你拄啊，毋是有看见即个新野吗？即时我毋是伫惊恁兜会落入去吗？耶稣的福音拍破旧的权势，耶稣的福音嘛起造一个新的特殊，就是爱。睾乳即种有地位、有权威的人，去一个互看轻、受气杀的妇女来学习。伫耶稣来进前，大家拢认为睾乳是一个真好的人啊，伊敬虔、佫有信心，伫圣殿内面服侍，是一个应该大声去处理伊问题的人。啊，即个受气杀的妇女，伊的病啊，以后才讲吧。但是耶稣却为着即个妇女停落来。耶稣看中即位妇女的需要，互伊成做其他的人学习的模样。这互咱看见，伫上帝国的价值观内面，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，人看你是一个什么款的意义，毋是偌重要。因为上帝国看咱，毋是咱是啥，咱有啥来决定的。因为咱看见，伫即个旧的世界，即个得着血流的妇女已经输伫起点啊！伊注定是一个失败的人，伊绝对无可能成做人的模范。但是主耶稣来啊，耶稣起造新的国度，无有阶级，人毋免活伫迄个成功焦虑症的内面。你有啥一点仔拢无重要，只要咱对耶稣有信心。咱就是上帝囝儿，咱就是上帝国的百姓。所以经文接续落来新约，咱拢真熟。耶稣入去即个人的厝里，伫大家哭甲乱吵吵的时，耶稣对即个查某囝讲：伊毋是死啊，伊是困去啊。耶稣嘛毋管其他人的踢笑，伊牵囡仔的手，用阿兰话甲伊讲：查某囡仔，我甲你讲，起来。耶稣为什么会当发出安尼的命令？因为耶稣比死亡更较强大，所以伊命令死亡退后。耶稣嘛爱遮人摕物件互囡仔食，用安尼来证明，即个囡仔身躯每一个部分拢已经恢复正常。兄弟姊妹，咱会当毋免惊，是因为咱相信。但是即个相信毋是迷信，毋是随便就相信。这位妇女是听过耶稣所做过的代志，所以伊决定要来找耶稣放手一搏。睾乳是看见耶稣伫这个妇女身躯顶面所行的一切，所以伊嘛相信耶稣会当医好救活伊的查某囝。因两个人的相信是有根基的。安尼，咱的根基伫倒位？伫圣经。早前所写的，拢是为着要教示咱来写的，互咱对忍耐甲圣经的安慰得到盼望。另外，嘛对咱四周围
同行天路的兄弟姊妹身上。既然有遮尼多的见证人，亲像云甲咱包围着，咱就排除一切阻碍，甲一切在颠盘咱的罪，坚忍跑走头前的路程。盼望咱会当来起造坚定的信心的基础，用安尼的信心，亲像即个妇女的信心，咱来跑走咱头前人生的路站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透过今仔日即位互气煞、互看轻的妇女，伊对耶稣的信心，也互阮来学习。主，阮看见信心是会当学习的，亲像睚鲁，伊原本是非常的无信心，总是主你互伊看见即个互医治的妇女了后，伊的信心来着激励，伊的信心来得着起造。主，阮嘛共款求你赏赐阮有安尼的信心。阮透过阮每一工所读的经文，透过阮身躯边遮兄弟姊妹因对你的信心，阮也要起造阮信心的基础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单纯来仰望你，互阮会当用安尼的信心来跑走阮头前的路站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